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大大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全都归于你。君毅。各位现场的弟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来参加祷告会。现在要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神。我们的口要说出赞美神的话，也要唱出赞美神的声音。我们要不停的赞美神。阿们。我们尊重你，尊重你生
献给主，哈利路亚！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哈利路亚！现在要求圣灵，求圣灵降下，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将宝座设立在这里，求你将荣耀彰显。我们要遵从你的圣名，因为你是圣洁的主。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你再是说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哈利路亚，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拥戴你为王，
着你，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着你，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着你，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耶稣，你配得赞美与尊崇，因为你是那掌管天地的主，你是荣耀的君王。求主耶稣，你将荣耀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宣告宝座在这里，主耶稣你就在这里，荣耀就在这里。我们要高举你的名，永远的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赞美的祷告会，敬拜赞美的祷告会。我们邀请永和永光教会的，今天是周亚伦传道要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亚拿传道也在下面，欢迎你们今天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亚伦传道。好，我刚刚本来说乐团要帮我继续弹的，谢谢，好，谢谢乐团，乐团，好，对，君王就在这里，谢谢，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一起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祷告，我觉得刚刚的敬拜赞美真的非常有神的恩膏同在，阿们吗？阿们，我们用掌声归给神，也谢谢我们的敬拜团。我觉得很值得感恩的就是我们能在那么棒的场地里面，然后有那么棒的歌手，那么棒的主领，那么棒的长老，还有许多很棒的服侍同工一起带领我们，真的在敬拜当中遇见神。那你可以开始弹了，对不对？谢谢。那当我们今天正式进入祷告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历代志下7章14到16节。好，这称为预备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时常在那里。阿们，阿们。感谢主，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不只是呼召我们来聚会而已，而是呼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吗？让我们能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寻求神的面，像经文所说的转离恶行。那神他应许说，当他的百姓会如此回转的时候，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就会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来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这地。阿们吗？我们希望我们桃园这个地方也能被神的大能来医治吗？阿们，阿们。所以这是上帝跟他的百姓之间一个非常真实，而且又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会遇，一个相遇。那今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并不只是来参加一场聚会而已。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渴慕的。阿们吗？阿们。我们要重新对准神的心意。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忙碌、疲惫，甚至你一直来参加聚会，可能开始有点冷淡了，然后我们失去了对祷告的热情。那但是上帝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再次来呼唤我们要回到神这里来寻求神。当我们的教会愿意同心俯伏在神的面前，那神的同在就要更新我们，他的医治，他的恢复，
还有复兴也要降临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不只是来参加一场聚会而已，而是带着信心，还有这样渴慕的心，还有火热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放下就是自己的重担，带着敞开的心，我们今天要为了城市，为了国家，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迦南教会来祷告，来呼求神。所以，我们今天会有非常多的祷告，这样可以吗？大家可以。好，你邀请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多祷告就多有力量。阿门，阿门。那我们就在这里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复兴。那求神再一次行这样大事在我们中间。所以呢，我现在想要邀请大家，我们先坐在位置上就好。我们现在一起在为了世界、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悔改的祷告。就像经文所说的，神要从天上垂听，当我们回转向神，他就要来赦免我们的罪，来医治这地。阿们。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开口来祷告。为了这几周当中，可能你知道的，可能你不知道所有的罪，我们都你想用方言祷告，想用悟性祷告都可以，我们都一起来交托给神。我们数到3，我们就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需要来在你面前，我们的心软弱，我们时常手中所犯的罪，不要知道圣经呼召在我们转里，圣灵要叫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所犯的罪，让我们释放主啊！谢谢，感谢主。世界站在这个破口为世界、为国家、为教会、为我们自己祷告之前，我们先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主要让我们这一周当中、这几天当中，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罪，我们相信都已经跟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主啊，你为我们付上这一切代价，那些的鞭伤、那些的所流下来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让我们充满了信心，重新拾回神儿女这样的位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权柄，能为着世界来祷告，能为着国家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如果你非常疲倦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斟酌，你就可以自己坐下。OK。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有为了世界祷告，我们有3个事项。好，第一个事情，我们就先为了国际的战事跟冲突来祷告。我们知道乌俄战争已经打几年了吗？4年哦，都很有力气啊！是的，已经打了很久了。对，那我们美伊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然后中东这边也，他们的冲突也一直都有冲突。那之前也有刚果的内战，苏丹的内战等等。那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的平安，感谢神，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战争在我们当中。但是世界各地这样的战争，更显明的说，我们已经走进末世了。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世界来祷告，我们为了这世界的战争来祷告，还有冲突来祷告。所以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在诗篇46篇第9节说：上帝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砍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所以我们求主真的介入到列国当中，来翻转这些掌权者的心。让我们虽然是带着痛心，但是我们仍然带着盼望。我们相信主依然掌权，阿们。为了这些受苦的百姓，为了谈判，为了停火，我们一起为了国际的战事还有冲突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呼喊主的名，数到3，我们就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就开始来祷告。来，1、2、3，主啊，主啊，主啊，天父主啊，我们将这战士交付在你手中。这些流血的地区，主啊，写在地上来向你来呼求神。主
世上生命的人，主啊，你怜悯他们，主啊，愿这些受伤的土地被你来医治。是啊，天父，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必垂听我们祷告，要医治这地。求神，主，我们相信你是和平的君王，你要来亲自来介入列国的这些战事当中来施行拯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为了世界祷告第二点呢，我们来为着世界各地受迫害的基督徒祷告。我们觉得我们在场的人，还有线上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是受迫害的基督徒吗？我们算是蛮和平的，蛮幸福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有3.88亿，快要4亿人的基督徒都在这个逼迫当中。许多人因为他们的国家禁止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不可能像我们刚刚这样非常喜乐来赞美神，更不可能开麦克风那么大声，我们在这边祷告。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幸福，真的是被神来眷顾。那这些人，他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而是因为持守真理，他们敬拜这位神，而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当我们在这样自由的当中，那我们也要纪念这些同样是肢体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求神坚固他们的心，使他们在恐惧当中有这样的平安，在这样的缺乏跟痛苦当中，他们仍然持守住他们的信仰，持守住他们的信心。求主也使用他们，真的让他们的见证成为许多人看见福音的大能。阿们。所以，我们数到3，我们就一起开口，为了受迫害的全世界4亿的基督徒，在受逼迫的基督徒来祷告。1、2、3，哈利路亚！谢拉巴拉达西比勒，今天的基亚的西列的西比勒，哈利路亚！叙利亚巴拉的西比勒，一些角落，是基督徒他们受到迫害，他们无法自由的崇拜，无法自由的尊崇，无法聚会的，受到主啊，今天让你光照有爱，主啊，你来亲自成为他们的盾牌，主你知道，主啊，主你伸手，是不能持守信仰，在逼迫当中照耀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全世界各地热心的基督徒，都能够自由自在的拜你，自由自在的真诚。主啊，求你，主啊，你来使他们在患难中仍然高举耶稣的名。主啊，你要使这些逼迫的，主啊，不能熄灭这个福音的火，反而是让福音的火更加的兴旺了。求神，主啊，你要让被捆绑的得着释放，你要让软弱的得着力量。主啊，你要成为他们山寨，成为他们的盾牌。主啊，你要让灰心的人，让受苦的人得到安慰。主啊，求神，你要让世界看见你是与受苦者同在的君王。我们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为世界祷告的第3点，我们要为了这世界的福音的扩张来祷告。马太福音24章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做万民的证据，然后末期末世就来到了。所以我们相信，现在是福音扩张的季节，阿们吗？然后现在在这些逼迫最严重的基督徒受逼迫最严重的这些国家当中，反而是福音扩展最快的时候。反倒是我们在比较安逸的环境下，有时候我们反而不好意思去传福音。但是神真的要兴旺我们，这世界的福音，让这个福音的宣教能快速来扩张。所以我们就为了世界各地的教会祷告，让世界各地的教会都重新燃起这样对福音的热情，阿们。让万民都要听见耶稣的名，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呼喊主的名，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来1、2、3，主啊，主啊，主啊，谢拉巴拉西勒基尔的西贝拉西勒，谢拉巴拉的西卡拉的基尔的西勒巴西勒。
主要愿你的旨意要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这天上。求神主要你让每一间教会，世界各地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会，在台湾的教会，每个地方的教会，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在顾自己而已，而是真的眼光被神的国度来扩张。主要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上，在我们邻里当中，不只是偏远的小岛当中，在我们邻里当中，还有许多人还没听见福音的。主要我们要将这福音来传出去，主要使他们这些未得之民，也要被你的爱来找回来。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着台湾来祷告，我们有三个事项要为台湾来祷告。第一点呢，我们就为了我们中国跟台湾两岸的关系来祷告。我觉得除了台湾需要被祷告之外，中国也很需要被祷告。所以当我们为了两岸关系祷告的时候，不只是为了政治的局势，也是为了我们两个国家人民的安全，还有我们的未来来祷告。两岸这样的关系牵动的不只是只有政府而已，也甚至是牵动了整个人民、整个区域的安全，还有经济的发展。那当我们常常受到媒体的影响，常被政府的权力，或是我们这样民族的情绪这样来牵动，但神是要呼召我们成为和平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为了两岸关系来祷告，求主来亲自掌权，保守双方的领袖，两个国家的领袖，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们都能有冷静、有节制、有智慧来处理一切的事情。阿们吗？阿们。我们数到3，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来，1、2、3，哈利路亚！谢拉巴拉西克列的基列的，神天父，我们将两岸的关系来交托在你手中，我求你来亲自掌权，要保守这个局势，是这个局势的变化是在主的掌权里面。主啊，主啊，你不让战争来不让这样的谈判里面的不和谐，主啊来阻挡一切。主啊，若非是属神的旨意的，神一定要夺取。主啊，求神主来看顾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主啊，使我们不会被人这样炫耀。相信你的使命，使台湾的两在保守台湾的百姓，真的是在台湾这块地上要赞美。接下来我们要为着台湾众教会的复兴跟更新来祷告。约翰福音14章他说，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所行的事，信我的人也要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这是个很棒的应许，耶稣应许我们每一间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要做那更大的事。我们在座的都是信耶稣的人，阿们吗？阿们。我相信直播上面的人，你也是信耶稣的人。如果直播上面的人你同意的话，你就在你自己的客厅里面、房间里面大声的说阿们。所以，当我们为台湾众教会的复兴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祈求人数的增加而已，我们是渴望神，我们对神的渴望要先被挑旺起来，阿们吗？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样渴望的话，那神要怎么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呢？所以，我们刚刚唱了敬拜的歌曲，我们说更多更多高举你的名，因此我们教会也要这样更多更多来高举神的名。台湾众教会都要一起高举神的名。我们就数到3，我们就开始为了台湾众教会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为台湾众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主啊，让我们这样的愿悔后的心，我们要再一次来点燃。台湾教会的发展，我们是教主啊，光照在台湾的教会，虽然现在我们正在看见许多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唯有信靠你。
道台湾正面临牧者的退休潮吗？大概在几年之内，台湾就会少了好几百位牧者。但是在神学院毕业的人却远远少于这个人数。据我所知，大致上的数字，我是去年6月毕业的。那去年6月，我们长老会的这3间神学院毕业的人数大概35位。那接下来今年要毕业的，可能大概25、30。那今年报考的话，人数更是少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年轻的世代似乎对成为全职的服侍者，这样心是冷却的，可能是害怕的，或是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为着台湾的年轻的传道人来祷告，要兴起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下一代被兴起、被装备的话，那我们教会10年之后会长什么样子呢？可能柏志牧师一个人要牧养4间教会。那可能我那时候成为牧师的时候，我一个人也要牧养3间、4间教会。因此，我们要求神真的兴起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多人愿意被神来呼召。这样的荣耀的呼召，真的不是神的安排，也不是有这样的满腔热血就去报考，然后就立刻做得到而已，而是神真的这个火在他们心中慢慢的点燃，这样慢慢的点燃，才能继续坚持下去，一直到他成为传道、成为牧师，到他服侍，直到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这火才能持续下去。所以，我们为着神国度的负担，让这些年轻人能勇敢回应神。如果是你自己家里当中有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有这样愿意的心的，你等一下也可以提名来为他们祷告，或是你知道教会有谁有这样的心，愿意成为全职服侍的传道者、牧者，也为他们祷告。我们就一起呼喊主的名，数到3。我们就一起开口来祷告，1、2、3，主啊，主啊，主啊，谢拉巴拉斯克列列，年轻教会的台湾年轻的传道人向你来祷告。年轻人能够成为中心的传道人，主啊，宣扬，主啊，求神来亲自呼召更多人来听你的全职服侍，主啊，让他们知道被接触，主啊，这并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出于神的意思。主啊，你将这样子的决心放在每个年轻人当中，主啊，他们看见时代的需要，主啊，他们对这个服侍火热的，他们对全职的服侍是火热的。求神赐给更多年轻人要有爱神的心、爱人的心，这是对真的持守建立这样的忠心。主啊，他们在讲台当中是有能力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充满了见证。天父，主啊，你要使更多年轻人站起来，主啊，这样子的退休潮，主啊，虽然是这样子的时候，当你来到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需要的祷告，主啊，求神来兴起你，主啊，教会当中有许多年轻人的心，在感到的神啊，主啊，你要来挑旺他们的爱。我一起来唱，君王就在这里，我们万人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举手来敬拜神。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和撒那归，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万人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和撒那归，至高神主耶稣。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来高举你的名，
祷告，阿门。如果你爱你的教会的话，你就大声举手说阿门，阿门。是，我们要为着很重要的一群人来祷告，也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一群人，就是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牧者、长职、领袖的同工来祷告。马太福音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是的，这些人是要来服侍我们的，也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他们越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扶持他们。阿门吗？阿门。那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数到3，我们喊3声主啊，我们就一起为了我们的牧者、长职或者领袖的同工来祷告。1、2、3，主啊，主啊，主啊！这边我们将牧师、师母、长职、领袖同工、区长、组长、团契的弟兄们来向你祷告。天父主啊，将他们摆在这个位置上，这个重要。求神你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在面对教会的事工、牧养里面和抉择的时候，让他们的心意对齐在神的心意上，让你更新他们里面的热情，主要是让他们不是多人之后，让他们仍然保守，能保持自己对神的爱和教会要成为社区的光跟福音的出口来祷告。马太福音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此，我们要宣告说，我们的迦南教会矗立在这里是不能隐藏的，就是光。阿门吗？当人们开车经过的时候，就会看到迦南教会，他们就知道这边有神的同在。我们要宣告，我们要充满信心。当人们走过这里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一条街中华路嘛，对不对？对，中华路的氛围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会说这边很像很灵，但我们知道这个灵是圣灵。阿门吗？我们要宣告，我们迦南教会就要成为这社区的光跟福音的出口。我们数到3，就为了迦南教会来祷告。1、2、3，哈利路亚！谢拉巴达西勒克勒，全能的主啊，是求神主啊，你要使用迦南教会，成为这地的祝福。主啊，让我们并不是在高墙当中封闭的，而是我们能踏出去、走出去，愿意靠近人，愿意来服侍人。求神赐给我们的教会有这样属灵的敏锐的程度，我们能看见这个社区的需要。主啊，真的求神，主啊，你要这样的天来在我们心中，这个电要给人，不要成为世界的光。主啊，你使我们教会成为可以得着安慰、得着医治，且能接纳人又充满盼望的地方。主啊，那些走进来的人，主啊，他们都能看见基督的爱。主啊，你要打开福音的门，主啊，让教会的福音能进入到校园里面，进入到家庭里面，进入到职场里面。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来祷告。我想第一点，我们要为了身体疾病来祷告。我们相信神是最大的医生。阿门吗？当牧师为你按手的时候，你能得着医治，这不是因为牧师的手比较温暖，这是因为这医治的力量是从神来的。所以我要邀请，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上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我想要邀请你按手在那个地方，按手在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可能是腰痛，或是你膝盖痛很久了，或是一下雨的话，你膝盖就不舒服。但是我要邀请你，你按手在那个地方，神给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权柄，而且神他有这样医治的能力，要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求神要来医治我们。我们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需要被医治的地方，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大声火热来祷告。我们相信，充满了信心，知道在神的时间当中，他要来医治。阿门，阿门。我们数到3，我们就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谢拉巴西格勒巴的西格勒，谢拉巴的西格勒巴的西格勒，卡的西格勒巴的西格勒，天父，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身体交付在你手中。主啊，主啊，你是能医治一切的疾病，主啊，一切的软弱，这一切的不舒服，主啊，修复我们里面的神经，修复腰椎，主啊，修复膝盖，修复长久以来的偏头痛，主啊，你是最大的医生，我在你里面你要得着
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来祷告。罗马书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我再说一次，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是的，没错，得胜有余，就像杯子里面的水满出来一样，就显个五村，没错，非常棒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不只是求，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只是求外在环境改变而已，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也能活出这样得胜的生命。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跟变成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当中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我们求神，让我们真的紧抓住神。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回转向神。当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时，我们知道，当我们紧紧依靠神，我们就能这样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大山在神的面前也要倒下，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就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就一起呼喊主的名，1、2、3，主啊，主啊，主啊！谢谢天父，让你呼召我们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当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力量；在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和平的君王。主啊，主啊，你也借用真理来提醒我们，面对一切仇敌来的攻击、仇敌来的控告的时候，我们是属神的，可能帮助我们在言语。在我们的思想上都能成为得胜的基督徒，不让世界的价值观和魔鬼的谎言都来辖制我们。让我们每天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依靠你，更多呼求你的名。也愿意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也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主啊，我们靠着主，我们必然刚强壮胆；靠着主，我们必然得胜。在征战当中，我们必定是得胜的。阿们，阿们。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大家，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祷告事项，就是我想要邀请我们在主内的家人当中，我们来彼此来祷告，来彼此祷告。你可以找到一个伙伴，然后问他需要祷告一件事情，然后你来替他祷告，好吗？好。如果你是在直播里面的，你跟你家人在一起，你也可以跟你的家人彼此来祷告。好，我们一个人1分钟就好，然后就换到下一个人。我们可以询问对方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事情。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祷告。彼此祷告、彼此祝福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阿们吗？阿
们，你告诉旁边跟他说，我们都是得胜的基督徒。那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圣洁的敬拜。教会每一位基督徒都献上这样圣洁的敬拜，成为爱主的精兵，勇敢踏出福音的脚步，让迦南教会在这地，在桃园里面成为那光，成为社区福音的出口，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样得胜的基督徒，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今天非常谢谢永光教会的亚伦传道以及亚拿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勉励我们，来请你们起立，来大家拍手，感谢他们，谢谢，谢谢，很高兴有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好，那祷告会，好，那我们也要为周牧师、周信荣牧师，就是他们的父亲，好来的，然后他是怎样脊椎开刀，好，我们要为他的脊椎来
的复原良好来替周牧师来祷告哈。好，好，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请大家互相请安。